9月最新開幕，曼谷鬧市入邊嘅型格酒店必定成為城中人氣嘅住宿。嚟緊去泰國玩嘅你一定要知，由 Hilton 集團主理嘅5星級酒店，大玩古董藝術，融合現代色彩嘅配搭，天台泳池同埋大堂都真係靚到癲咗，好有 feel。跟住就帶你開箱埋間房啦。我哋今次住 Corner 套房，兩邊嘅落地大玻璃，好醒神，好舒服。小偏廳同埋 Coffee Corner 咧都好骨子，咁所有用品都齊備，望出去就係曼谷最熱鬧嘅中心點，喺正 Phnom Penh 同埋亞索之間，交通非常方便。洗手間直情係浸住浴，可以望住最熱鬧嘅 MTR 商場同埋 BTS 經過。備品係我最愛嘅泰國貴婦品牌香，好舒服嘅花果香味，真係好正。另外一個貼心嘅賣點咧，就係早餐可以食到下晝3點嘅早餐，非常之有人性化，好似合現金旅行嘅步伐，唔使趕住落去食早餐，你想幾時食就幾時食。由於啱啱開幕都唔係好多人知㗎咋，價錢仲係好抵玩，想知價錢就留言 Bangkok，即刻 send 個優惠鏈接俾你。我係 Leanne，想知更加多泰國旅遊資訊。